愛心孖寶就跳跳啊，另外排二檔嘅王者威風咧出閘都唔算太醒嘅。好啦，見到暫時領先咗，逼兩步走出嚟放頭咧，就威武年代。呢隻就係威武年代啊，今日跑第4場嘅1號啊，配牌仔10磅啊，袁幸榮、袁幸堯啊。咁啊，沿途咧守喺內欄啦。咁啊，紅綠色衫咧就王者威風啦。咁啊一路守咗內欄。咁呢個咧就係喺從化嗰個閘嚟嘅嚇，1000二嘅草地啊。咁啊，今日跑翻去正宗嘅1400路程啦。咁啊，減咗10磅咧，其實都好着數啊，125磅。咁啊，當然有隻對手喺度啦，2號就係幸運騎兵啦。咁啊，上一場咧輕鬆贏馬。咁啊，今次咧加咗磅，去到135磅。咁啊，大家相距10磅嗰個差距。咁佢係成為一場嘅次滿㗎，呢隻幸運威武年代啊。咁啊，最後咧直路咧，咁啊騎者拱咗幾下，咁啊緊到啊〜